后来中国有国防七子，就是7间军工大学。教育部讲要甲列为黑名单，禁止学术交流。讲因为惊中国会偷取台湾科技的关键技术。大国重器的梦想在这里起航。 公布无人机加 AI 技术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校官网更加抛出相片，以军长的卡车载无人机对外宣传军工实力。实际上，中国有号称国防七子的7间军工大学，拢是由中国工业甲信息化部来管理。今嘛教育部拍算要将因拢列入学术交流的黑名单，因为它可能会。 涉及到对台湾许多科技的关键技术，可能会不小心会被窃取。这7间大学除了北航，也有北京理工大学、西北工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南京理工、哈尔滨工业甲哈尔滨的工程大学。那参加中共军工兵器装备甲航天电子信息等等项目，经以服务军事甲统战为目的，美国早就将因列入制裁名单。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，赢得祖国的空天未来。实际上，这7间中国军工学校，唔但为宣传片强调讲爱国思想，校方过举办共产党员大会，进入北京理工大学的官网。党委书记更爱督促学生坚持理论武装甲实践运用，强固统一思想、统一意志甲统一行动，对台湾充满统战的意涵。 觉得这个是抵抗统战非常重要的一环哈。他回来当役男的时候，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安排？他是解放军哈直接所影响的一些学校，那毕业之后呢，很多都会加入解放军。某种程度的一个学术戒严，完全就是政治的理由。那干脆就禁止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大学，那不是更快吗？ 教育部禁止隶属中国统战部的3个大学的交流合作了后，又出招禁止7所大学。 就是希望有效来防范国安的顾虑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